牛我妹做鸡铺，爱讲嘛嘅呢？上食铺的煎饼，今本日係拜六，挨冬要欠頭，早晨6點就起床，行到坐下，看到阿妹，阿妹講：今本日會落大雨係麼？唔是很，就即刻風咧。我老阿妹講，我本日阿春兒本愛2粒鋪的，我想愛食鋪的煎餅。阿妹講，年時間愛煮粥咧，我做得教你，先去拿鋪的來。阿妹講我托緊鋪的，講出你啲隔壁千托萬托。我托到爛鋪數了，我看唔出愛托乜嘅樣嘅。阿妹講，拿起來充電的，地方還有一些毛誒，按用就做得。阿妹愛我先撈鋪的泡沙，再撈皮泡的，後來用水嚟刷刷啦，唔是冰水咧。鋪的即刻會出水，切啲蔥、撈紅蘿蔔，沾啲鹽、味素、胡椒粉，含咗啲冰下面拉完來，冰一下誒，等佢看一面，就做得來煎，煎好做得去鹹鴨巴來食粥咧。什麼呢？等我講下。愛記得打開4連龍誒，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哦！